生經驗及發展組主辦，非常之榮幸請到九龍城寨系作者余儀老師嚟到分享啦。余儀喺2008年出版小説《九龍城寨》，之後改編成漫畫，仲攞咗第7屆日本國際漫畫賞，係香港首位獲得此殊榮嘅小説作家。其後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喺2024年上映，掀起咗一波城寨熱，所以我哋今日好榮幸可以請到余儀嚟到同我哋傾下由小説去到電影嘅創作過程啦、城寨嘅世界同埋未來嘅一啲嘅計劃啊。余儀你好，再次多謝你。再次多謝你嚟到中大分享啦。首先咧，想問下你咧，點解一開始會以城寨、九龍城寨呢一個地方去作為你故事嘅起點或者故事嘅場景咧？係咪自己有啲對於城寨嘅特別回憶啊咁樣？兩樣嘢啦，我覺得首先可能可以講少少我自己本身嘅職業先，因為本身我係做漫畫編劇出身。咁漫畫編劇就係其實90年代漫畫，香港漫畫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個動作為主。咁變咗我自己其實都係寫好多動作嘅漫畫劇本。咁點解會揀九龍城寨？就係因為我睇到九龍城寨嘅場景，發覺咦，其實佢係一個好好發揮嘅一個動作嘅一個背景。咁所以九龍城寨呢一個背景好早已經入咗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以前細個就我阿公，其實我外公住喺樂富，佢每個禮拜都會帶我去九龍城嗰邊睇戲。咁所以每個禮拜我都會由樂富行去九龍城嘅途中，會經過九龍城寨。咁但係嗰陣時太細個，小學嘅時候對九龍城寨冇乜感覺，可能大家個感覺就好似大家一見到啲唐樓嘅建築咁咯，就係見到好多牙醫啊，或者一啲好舊嘅建築咯，就冇乜感覺嘅。直至我去真係大個嘅時候去睇翻一啲資料啦，或者一啲相嘅時候，見到一個鳥瞰圖，原來個九龍城寨係成個環境係咁樣，咁啊再翻查佢嘅歷史同埋一啲再去研究佢一啲背景啦，咁發覺九龍城寨其實幾適合做一個故事嘅背景嘅題材。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去揾九龍城寨嘅資料嘅時候啦，大部分都係來自一啲日本嘅相集同埋一啲外國嘅相集。我喺香港係好難揾得到。咁當其時亦都喺網上面20年前亦都好難去揾得到關於九龍城寨嘅資料，淨係好似我印象中好似鏗鏘集，一啲好舊嘅鏗鏘集啦，80年代有嗰啲片段，同埋1、2套電影，好似叫《山港奇兵》，有一啲九龍城寨嘅一啲片段，即係一啲窄巷咁。咁我覺得咦，但係冇乜人係真係用一個九龍城寨為背景，或者可以講多少少佢嘅歷史啦，或者詳細少少描述呢個地方嘅一個故事。我作為香港人係咪應該可以寫翻個咁嘅故仔？咁所以就着手諗以九龍城寨為背景作一個故仔。咁點解後來變咗一套動作嘅題材咧？啱啱所講啦，因為自己本身係寫好多動作嘅漫畫編劇啦。咁去到我自己想寫九龍城寨嘅時候，就覺得係咪可以唔好咁黃賭毒咧？成個感覺係其實，因為我了解過九龍城寨歷史，其實佢本身都係好多倫理嘅啲關係，同埋其實佢有教會啦，又會有啲牧師會每個禮拜去幫人哋傳教啦，同埋戒毒啦。我覺得其實佢倫理都有好多嘢可以寫。咁變咗，我覺得唔係淨係寫黃賭毒啊，唔係淨係寫三不管嗰樣嘢。咁所以我就覺得，不如發展一個我自己覺得係叫做陽光少少或者叫做熱血少少嘅故事，就擺咗一班年青嘅人落去呢個故仔裏邊。咁除咗你啱啱提到譬如動作嘅部分啦，咁其實好多讀者可能都會好奇咁我哋而家知道可能九龍城寨點解會作為一個場景？咁除咗係環境嘅即係地點嘅佈置之外，可能喺呢一個故事入邊一啲合戲啊或者熱血啊友情，咁呢一啲嘅內容係點樣構思出嚟嘅咧？或者點樣會寫一個咁樣嘅故仔咧？正如啱啱所講，其實大家九龍城寨俾好大部分人咧，唔係全部個感覺都係好似好黑暗，或者三不管，或者
黃島度。咁我自己再去了解過，發覺原來係都唔係淨係咁樣。咁所以我喺度諗啊，係唔可以寫翻一個比較陽光啲啊，或者我哋叫做武俠底嘅一個故事。點解會我覺得用武俠底嚟形容呢個故仔？本身我自己係讀中學嘅時候啦，或者出嚟做嘢嘅時候啦，都接觸好多香港嘅武俠電影啦，或者香港嘅一啲武俠嘅小説啦，我自己好受古龍同埋好受温順安影響啦，即係其實武俠呢樣嘢其實係好香港世界即係以前我哋嘅武俠電影係其實係出口世界，咁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題材。咁其實我想，如果就作為一個香港人去寫翻一個九龍城寨發生嘅故仔，我自己都好想擺翻啲武俠嘅一啲精神或者一啲我哋所謂叫做武俠底嗰樣嘢落去，咁所以就發生咗一個咁嘅一個架構係。咁啱啱有提到，譬如你喺創作嘅前期咧，你會做一啲 research 啊，去睇一啲80年代可能當時嘅書或者係城寨嘅生活。喺嗰個過程入面，點樣可以即係避免咗就係太過將嗰樣嘢紀錄片化咧？即係淨係 focus 咗喺可能呈現當時城寨係點，而冇去 balance 到可能嗰個故事嘅走向咁。點樣去做嗰個平衡咧？其實九龍城寨係我第一本寫嘅小説啦。我自己承認第一本寫小説嘅時候係未係好成熟，我淨係攞咗佢80年代嘅一啲當其時一啲環境啦，九龍城寨嘅一啲背景啦。咁我覺得嗰個歷史嗰個背景嗰樣嘢其實我唔係擺咗好深落去，反而佢電影嗰度佢將佢，因為我寫嗰個年代1988年，咁89年就開始話慢慢開始清拆，因為嗰陣時我係想寫陳國軍入去九龍城寨避難啦，即係同電影一樣嘅避難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好迫切要出翻嚟，因為我唔想佢可以喺度好耐，咁變咗我俾咗個限期佢就1988年入去，佢大概89年，因為其實佢都差唔多要宣布清拆或者嚟緊會拆，所以佢其實入城嗰個時間其實佢唔可以太長，佢必須喺一兩年之後去出翻去。咁電影佢反而佢係將呢個時間線就推前咗少少，佢1984、1985就係將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嗰個歷史底擺落去呢個電影裏邊。咁反而我自己去到第二部啦，我哋叫第二部前傳，即係龍捲風同埋阿詹嗰個故事，我就反而放多，即係嗰陣時成熟少少，我自己覺得自己寫都成熟少少，將一啲當其時我覺得有冇一啲香港好重要嘅一啲嘢可以擺到落去嗰個背景度，作為一個大家好深印象睇嘅時候可能。去翻查翻呢度，真係有呢段歷史，即係融入咗一個歷史內一個稿咗裏邊。我就揀選咗50年代發生，當其時一件喺香港都叫做當其時都一件幾大嘅一件事，就係1956年雙十節大暴動。咁我就將嗰件雙十節大暴動擺咗落去龍頭嗰個古仔裏邊，係啦。咁變咗個龍頭裏雙十節大暴動就變咗喺龍頭裏面扮演咗一個都幾緊要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叫做一個角色喺度嗰件事。咁我哋知道，譬如由當初創作完嗰個小説，去到我哋即係2024年睇到電影喺大銀幕上映，其實中間係隔咗一段都好耐嘅時間啦。咁當中嗰個改編嘅過程，你參與嘅部分係你覺得有幾多咧？同埋或者會唔會係同譬如監製可能鄭保瑞佢哋合作嘅時候，有冇啲咩趣事或者最深刻嘅事係你記得嘅咧？我啱啱其實好上去睇翻張合約，其實就原來已經係10年前簽，即係最早期同，因為最早期我可以講多少少嘅一樣嘢就係喺漫畫小説出完之後就改編咗個漫畫啦。改編咗漫畫之後咧，其實佢就喺香港都叫做都普及嘅，即係都叫做曾經掀起咗一陣熱潮啦。咁就有唔同嘅投資者去揾過我去傾呢個改編，我諗2至3個度啦。咁導演亦都有見過，咁亦都去大陸度睇過啲景啦。咁自己最同呢啲即係之前嘅投資者有少少理念上唔係咁啱，就係其實佢哋嗰個就係想攞你九龍城寨嗰樣嘢，但係其實佢未必好中意你嘅故仔，或者都未必你知道你中意，未必知道嗰個故仔最好睇嘅地方係乜嘢。咁變咗好多時候都
傾落都好似唔係好啱，咁就擱置咗。咁直至到喺10年前，無限動力嘅老闆啦，我哋叫做 Angus 出現之後，佢就係一個漫畫迷，睇一本漫畫，然之後睇一本小説，佢就好了解呢個作品裏面成功嘅元素，其實都係熱血友情嗰樣嘢好緊要，同埋佢知道呢一班人嗰個關係好緊要。咁我同佢傾落嘅時候，佢亦都知道呢本書好睇嘅地方喺邊度，即係同之前嘅投資者有啲唔同。因為之前啲投資者咧，其實佢有少少唔知道你個古仔嗰個成功嘅地方係乜嘢，淨係知道城寨 hit 喎，咁啊不如買嚟做啦，不如。咁我買嚟做嘅時候，我傾落嘅時候覺得你都唔知個古仔嗰個好睇嘅地方係乜嘢，咁你點會拍得好睇咧？咁我又覺得都唔好心急，即係如果我買俾你，其實即係得一個機會，即係我都可以講分享多少少，其實都一個機會。如果冇咗咧，其實就未必有第二次。好似我之前其實有本書我都改編過做電影，咁當其實我冇講太多，其實就我自己諗翻轉頭，其實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改編，或者一個叫做失敗嘅改編咧，就係、是《金馬打喪屍》。咁當其時因為其實同個原著嗰個方向實在爭得太遠，咁變咗就原著嘅我認為好睇嘅元素，佢都冇擺得落去。咁結果出到嚟，亦都同原著嗰樣嘢都爭好遠，咁失敗咗啦。咁亦都冇辦法啦，咁亦都唔可以講翻轉頭，只可以講就下次我哋一定要去揦翻緊啲，我哋叫佢揦翻緊啲，一啲自己認為係啱嘅嘢或者好嘅嘢，一定要去堅持翻咁樣。咁直至到 Angus 出現就佢知道個古仔有咩地方好睇，有啲咩元素係好嘅。咁好快，我諗1年到啦，佢就 Angus 就揾咗第一個監製，就係莊晴先生。咁我哋都見過莊晴先生1、2次啦。咁莊晴都睇過《城寨3部曲》嘅故仔，即係圍城、龍頭、終章都睇晒。佢都知道邊一個故仔裏邊邊一樣嘢係值得保留，邊一樣嘢係可以改編咁樣。因為電影同小説始終係兩個媒體咧，佢係必須要改編。咁但係你一定要必須要知道邊啲嘢好睇，要保留落嚟。咁大家都有個共識㗎啦，其實嗰陣時。咁中間遇到啲導演啦，遇到一啲編劇啦，咁亦都寫個劇本傾過，亦都磨合過，發覺又好似唔係好啱。咁因為今次我有嗰啲經驗之後，我今次就有少少嘢堅持就係我覺得古仔你可以去重新去改。去重新去寫，因為始終個電影我哋明白，電影啊、漫畫同埋小説都係3個媒體，我唔可以要你跟足我個小説去改，因為係你都有另一個創作喺度。咁我亦都唔係話要你要求10足10去照搬呢樣嘢，但係我覺得一樣嘢一定要 keep 翻就係嗰個精神同埋嗰個核心。九龍城寨本小説或者個漫畫點解會成功，點解會好睇，就係因為佢一班人物嘅關係。同埋嗰個核心友情熱血嗰樣嘢，呢樣嘢我覺得係最好睇。或者可能古仔唔係一個好驚天動地嘅古仔，但係你可能會記得信一，你會記得龍捲風，你會記得12少長樂軍，因為其實佢人物我自己覺得算係寫得有血有肉，同埋有一個個性喺度。咁呢樣嘢亦都係我自己呢本作品嘅一個優點。咁如果呢樣嘢冇咗，咁佢仲係咪我嘅九龍城寨咧？其實你可以唔需要買版權嘅喎，你可以攞個九龍城寨嚟作個第二個古仔咪得咯。咁所以我哋我同 Angus 同埋莊晴先生嗰個要求啦，即係最低限度要求就係保留翻個核心。咁中間我諗過咗3、4年啦，咁亦都有啲導演想參與，但係都係因為理念唔同又離開咗，編劇又係換咗好多個。咁直至到我都唔記得咗係4、5年之後，鄭保瑞出現咗。咁大家見過2次面，傾過，即係佢亦都知道、了解咗九龍城寨係有啲乜嘢需要保留，有啲咩可以改。咁變咗佢收到呢樣嘢，就開始去創作一個屬於電影版嘅九龍城寨嘅故事。咁我好記得就佢度晒成條橋之後，大家開嗰次會，佢就講條橋俾我聽。咁佢就話一樣嘢，佢最驚我接受唔到一樣嘢，就係陳樂軍嗰個背景同我而家嗰個背景係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其實小説嗰個背景，陳樂軍其實就本身佢就係跟大老闆嘅，即係俗啲咁講，佢就大老闆條僆嚟嘅。咁但係佢改咗做越南難民，
一個難民嘅身份。咁我理解佢點解咁做，因為其實佢已經將個時代背景推前咗少少，因為佢想講一個身份認同嘅一個故仔。咁變咗陳樂君嗰個切入點就係佢講嗰個究竟回歸咗之後，我哋香港人嘅身份係咩嘢？其實佢就將陳樂君呢樣嘢擺咗落去，做一個身份認同。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都係唔錯。咁我就話其實冇所謂，因為其實最緊要個核心，成班呢班角色嘅核心同我個關係冇變。咁我後來覺得佢哋我覺得做創作即係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啦。同埋始終電影同埋小説係兩個媒體啦，啱啱所講兩個媒體啦。如果你跟足我之後而唔好睇，咁對於觀眾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或者對一個作品嚟講都唔係好事。但係如果你話你唔跟我，你去改編，保留翻我最想要嘅嘢，而你改編得好睇，咁我覺得點解即係唔可以咁做？咁結果成就即係都叫做反應都唔錯啦，叫做話即係都大家個口碑都幾好。咁我覺得佢都算係一個唔錯嘅改編，一個成功嘅改編。咁你覺得當時可能睇完電影之後，你覺得大概有譬如幾多 percent 係可以 capture 到你一開始小説嗰個創作？又或者有啲咩係譬如有啲嘅角色線可能佢 cut 咗，可能12少同埋吉祥嗰啲角色佢 cut 咗。咁但係出到嚟，你會唔會覺得啊？如果可以加翻落去，其實就更加好啦。或者其實如果再貼啲本身就更加好啦咁樣。以我理解，其實佢一開頭係有吉祥、有蘭蘭，即係本身佢有個女主角㗎嘛，有蘭蘭有吉祥。咁但係呢套戲即係你都要知道，套戲得2個鐘頭。咁佢已經將龍頭一啲人物咧擺咗落去前面，即係龍頭嘅人物，可能大家冇睇過小説啦。其實阿詹即係陳占郭富城嗰個角色啦，同埋任賢齊嗰個角色係喺龍頭出現，同埋嗰個關係係龍頭先，即係前傳嗰度出現。咁變咗導演佢想將呢段關係擺埋落去，令到套戲豐富啲。咁變咗佢嘅嘢要一啲取捨，有啲犧牲。咁佢就將吉祥呢個角色，佢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嗰個12少就係將吉祥同12少combine埋咗一齊，變咗一個人物。咁因為冇辦法，篇幅始終都有限。咁女角度佢真係 cut 咗，冇辦法咁樣咯。咁你問我佢保留咗幾多？我覺得情節上佢保留都大嘅，但係人物關係上佢係都亦都保留咗個精神同埋嗰個關係喺度。我覺得50% 度咯，大概50% 度，60度。個走向都接近嘅，個走向都係。咁當初係即係譬如寫呢一個故事嘅時候，我啱啱提到其實九龍城寨佢可能唔止係一個黑幫動作戲啊，佢亦都有啲友情熱血跟住合意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你喺寫呢一個故事嘅時候，有冇話其實最想帶出嘅嗰個訊息係啲乜嘢咧？或者想觀眾睇完之後希望可以有最大一個感受係啲乜嘢咧？我嗰陣時有個比較可能。我唔知係咪幼稚天真，即係寫嗰陣時其實都係諗呢個故仔嗰陣時都係得20零歲，即係接近30歲。嗰陣時可能仲有啲叫做，我都係受好多日本漫畫影響嚇。咁嗰陣時嗰排好中意睇 One Piece，即係嗰個友情熱血，其實佢感動咗，即係有少少感染咗我。咁我好中意睇 JoJo 嗰樣嘢嗰個組隊去一齊打大佬，嗰個感覺其實係喺嗰度嚟。咁我自己我覺得九龍城寨呢樣嘢嗰個核心嘅嘢就係友情熱血，同埋嗰個我哋叫做合意嗰個精神，仲有一個夢想。我覺得我即係我自己即係擺咗好多夢想嗰樣嘢擺喺入邊。雖然佢係一個黑幫故仔，但係我覺得就算你黑幫故仔都即係裏邊黑幫嘅人都會有一個佢自己嗰啲理念或者佢自己啲夢想喺入邊。咁呢樣嘢係我當其時一啲受一啲可能日本漫畫一啲影響嘅影響到自己嘅一啲諗法。我哋喺2024年大銀幕睇到嗰個其實就係中間3部曲中間嘅嗰個故事啦。咁我哋知道仲有前傳龍頭，然之後仲有終章。咁會唔會可以知道就係譬如我哋大概幾時又可以喺電影院喺大銀幕嗰度睇到跟住落嚟呢2個系列嘅演出咧？以我所知啊，因為都係 Angus 同我講呢排都係佢哋原本就係諗住拍龍頭先，
即係三部曲係圍城龍頭終章個，即係正傳、前傳，然之後就續集咁樣。但係一啲關係咧，佢龍頭應該唔拍住，就拍咗續集先，直接拍續集先。咁續集就而家搭緊景，同埋演員應該嗰個叫動作組應該開始訓練緊演員。咁可能大家都知道有吳彥祖會加入做新角色啦。咁以我所知係下個月開始係開拍，下個月係啦，應該係4月咯，係唔知會唔會再延期啊？即係暫定，我諗而家就係4月咯。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期待下呢一個終章嘅播出啦，到時。咁我想問下咧，就係喺創作嘅過程當中，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心路歷程啊。咁去到後面，我見到原來呢一個作品好成功啦。改編咗漫畫啦，先後然之後再改編埋佢電影，亦都係非常之成功。咁喺成個創作嘅過程中，會唔會都有少少俾到壓力你咧？即係我而家呢一個作品或者呢個系列爆咗，咁會唔會我日後嘅創作可能會有啲壓力，又或者係相反可能係動力嚟嘅咁樣？我覺得係一種鼓勵，即係少少嘅，可能對香港創作人或者自己一種鼓勵就係其實我自己即係好老實講，我喺香港一個作家啦，即係小說作家，我唔係一個最頂級嘅一個作家，絕對唔係。咁但係原來一個可能喺中游嘅一個作家，佢嘅作品只要有作品喺度，或者有機會喺度，佢就有個機會去改編，就變成一個現場級作品。咁其實我身邊有好多同伴啦，或者叫做同行啦，佢亦都寫到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其實原來即係大家只要揦緊一個機會，有作品喺手就有可能性，咁呢個係我覺得對寫作人嘅一個鼓勵。咁你話我有冇壓力？我其實冇啊！我其實對寫作冇乜大壓力，就係以前我寫作係最早其實喺《九龍城寨》第一部，其實真係好平常。我連出版社都冇，即係有冇機會出版亦都冇諗。我就係嗰陣時因為做漫畫編劇，可能大家都知道，做漫畫編劇同做電影編劇其實都有一樣嘢好接近，就係都唔係你嘅創作嚟，即係可能編劇可能係為老闆或者為導演或者為個市場去創作。咁我哋做漫畫編劇都係保留到你嘅嘢有幾多？可能50%、60%，未必100%。咁當其時覺得都做咗10幾年漫畫編劇啦，咁我係咪可以做一個完全100%係屬於自己創作咧？咁所以就先至諗小説咯，小説咪100%咯，又冇人去干預你，又冇人會左右你。咁當其時就喺乜都唔諗之下就開始寫《九龍城寨》。亦都唔知有冇機會喺任何渠道發表，咁我就覺得寫咗出嚟先啦。咁後來好彩啦，就係有揾到出版社去俾我自資出版，咁就出版咗《九龍城寨》。咁直至到後來我再寫第2部或者龍頭或者終章又好，或者第2啲小説又好，都係抱住一個自己叫做開心，或者可能有啲人中意踢波，有啲人中意打機，咁其實自己嘅興趣就係寫嘢。當一個興趣去做，一個興趣去做，咁所以冇乜壓力。你話而家冇壓力，而家都冇嘅，都冇壓力嘅。因為其實喺香港寫小説咧，你要大賣其實好難。即係如果佢冇任何改編，即係就算你城寨，老實講，佢都唔係一本超級賣得嘅作品。直至個電影帶起咗之後，佢先至有當其時嘅銷路先會好啲咁樣。咁但係當你寫咩題材你都冇銷量壓力嘅時候咯，因為你都唔會話好爆嘅，咁咪冇壓力咯。你只要寫好自己作品咪得咯，係咁樣。咁我哋今日嚟到嘅同學仔，可能唔少都會自己有創作或者中意創作啊，中意寫作或者中意睇戲嘅同學仔，會唔會可以俾到呢一啲喺創作路上嘅年輕人，俾一啲寄語咧？即係好老土咁講啊！我即係之前去同啲中學生都係咁講，其實都係寫嘅嗰下。因為如果大家真係中意創作嘅，其實就不妨寫咗出嚟先。因為如果我即係咁諗翻轉頭，我都要即係多謝翻10幾年，即係20年前嘅自己去諗咗個咁嘅故仔，而又實行都寫咗出嚟。如果冇寫到，即係冇第一步，咁一定會之後啲嘢，唔會有電影，唔會有漫畫咁。咁我覺得
始終都要有個作品喺手先。咁我覺得小説係一個好好嘅門檻，就係因為佢好平，佢唔同你搞個電影喐啲都話要幾百萬啦，最平都幾百萬啦，即係貴啲幾千萬啦。啲小説其實好平，就係佢印刷費加甚至乎一個編輯，咁你一個而家校對都唔使錢啦可能。咁你幾萬蚊已經可以有一個 IP 喺手，咁點解唔做咧？我覺得，如果真係中意做創作嘅話，我覺得小説呢個門檻係最低嘅，同埋你唔使俾人左右喎，你自己要100%係自己嘅創作嚟嘅，係。咁我哋今日有好多同學仔嚟到現場啦，跟住落嚟可能我哋會有一啲現場問答嘅環節。如果同學仔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舉手啦。咁我哋會有工作人員俾支咪你，咁你可以去問如一啲問題嘅。會唔會有同學想提問啊？可以唔使怕醜。好靜啊！係啊，大家比較內斂少少。私底下留低問都得嘅，冇乜所謂。可以係轉頭都可以留低問嘅。咁或者我私信問一條啦。咁其實因為我自己其實都係一個好中意寫文啊、好中意創作嘅人。你覺得而家可能喺香港呢一個環境啦，無論係其實可能唔單止創作添，可能係電影，我哋大家成日聽到話咩電影寒冬期。咁你覺得喺香港呢一個環境下，你自己嚟講，會唔會有創作生涯遇到啲咩困難啊？又或者係一啲好難忘嘅事咧？困難成日都會遇到，因為最早期我哋搞出版社嘅時候，其實都好困難。啱啱所講啦，即係我做漫畫編劇嘅時候，就開始去創作小説啦，就係夜晚翻屋企創作小説。咁寫咗2-3本小説之後，我就發覺自己都幾中意，即係出版小説或者從事小説呢樣嘢。咁當其時就有個掙扎位就係，究竟我要繼續兼住做即係正職做漫畫編劇啦，跟住就兼職做小説啦，繼續落去，定係不如即係破釜沉舟啦？不如我直頭唔做漫畫編劇，然之後做全職小説。咁後來諗咗好耐就，不如我試下啦。嗰陣時都係好後生，30零歲。咁不如辭咗份工，直情去做漫畫編劇，去做小説作者啦，全職。咁嗰陣時係遇到第一個困難就係原來真係好難揾食，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嘅小説作者係靠版稅為生，即係冇一個月薪喺度。我嗰陣時做漫畫編劇，可能最低你都起碼個月薪啦，1零2萬蚊或者2-3萬蚊都係一個錢啦，都夠你交租，都夠你食飯。但係你一離開咗，一做出版社，你自己出書，你一本都，如果你賣得唔好，你就係得。嗰年就可能得幾百本收入，其實都唔夠1年，都唔夠收入啦。咁呢個係我第一個遇到嘅最困難嘅地方，就係錢。咁所以當其時出嚟搞，冇幾耐，原來真係版稅真係唔係好夠，遇到個困難就係，咁結果就係都係要做翻一啲兼職去維持翻當其時嘅一個公司有一個營運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難關。咁而家會唔會同學仔有問題想提問啊？唔使怕醜嘅，大家都比較安靜嘅因為。係暫時可能麻煩俾個咪俾呢個黑色衫同學仔。你好。中大文化管理系嘅學生，咁我有2個問題嘅。咁第一個就係你點睇即係《九龍城寨》呢部電影？佢喺日本其實都好 hit 啊。咁如果以後嘅話，可能會唔會可以都喺日本嘅市場去發展咁樣？咁其次第2個就係《九龍城寨》呢個電影，佢而家都變咗個 IP 啦。咁然後佢又可以出周邊啊、搞展覽啊。咁如果之後咁當然啦，而家會有續集，即係呢個係肯定嘅。咁但係電影係確
即係確保唔到票房㗎嘛。咁可能下一集至少佢一定有一定嘅保證啦。咁但係之後佢可能作為一個 IP 點樣可以延續落去，可能再可持續啲，或者係再有啲新嘅東西，咁會唔會會有啲諗法啊，或者係首先第一個問題先，第一個問題你問我嗰、個日本嘅問題，日本我覺得最早期其實我哋都估到會 hit 嘅，但係去到 hit 到咩程度其實估唔到。咁我發覺其實佢日本嘅票房老實講佢唔係話一個好爆嘅票房，但係其實睇嘅人睇完之後都會好中意，因為佢嗰個著迷嗰個點係令到佢哋好着迷啦。咁我都問過啲日本讀者或者一啲日本觀眾點解會咁中意？有咩吸引到你呢套戲？除咗九成就係日本人不嬲都好中意九成就係呢樣嘢之外，即係呢個背景之外，佢哋覺得呢班人好自由，佢覺得啲角色好自由。咁後來我發覺其實唔可以話佢自由，係其實嗰個勇氣，俾咗個勇氣人。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我自己以前我就好少接觸日本嘅觀眾，日本讀者都好少接觸到。咁自從呢套戲之後啦，咁我出咗日文版啦，小説，咁咪接觸咗啲日本觀眾啦。我發覺日本人都幾抑壓，好抑壓。咁我收到好多來信就其實唔淨止一個，就話有好多人都會有一個自殺嘅傾向。咁佢話佢睇到九龍城寨之後，令到佢有翻一個熱情，對生命有一個熱情。我諗就係呢班角色俾到佢一啲希望，同埋呢班人嘅勇氣，去令到佢哋一啲去撻着佢，即係攞到啲嗰條火嚇，令到佢有翻個希望喺度。咁IP 嗰個日本樣嘢就係啦，然之後就出版咗周邊啦，或者跟住日本版嘅小説啊，或者有啲漫畫咁樣。咁又點樣發展個周邊？就係點樣發展呢個 IP 嘅發展落去？咁我哋自己其實就有把握到啲機會嘅，我覺得都因為喺城寨電影2024年 hit 起咗之後啦，咁其實有好多人都想，因為其實我完咗啦嘛，嗰個小説三部曲我哋叫完咗。咁好多人都同我講話，會唔會寫信一？會唔會寫信一傳？寫信一嘅故事？咁其實本身信一個故事咧，我就喺心，即係已經有啲畫面喺度。咁當其時藉住大家咁想睇，咁我咪寫啦，有少少咁樣啦，即係咪連載咯，喺 Patreon 連載。咁啊好彩咁啊連載咗之後咧，就吸引到一班日本讀者去睇，咁啊變咗就個 IP 就去日本咁啦。咁亦都好彩，去到日本之後咧，亦都有出版社睇中咗呢一個 IP， 就係喺幾個月前日本港談社你知邊間？即係進擊的巨人最 hit 嗰度，進擊的巨人嗰間，咁就買咗九龍城寨嘅小説嘅版權，嚟緊應該今年就會出版日本漫畫。咁佢哋嗰個理念啊，嗰個佢哋日本人佢哋發展 IP 嗰個概念係好成熟嘅，佢哋即刻會諗埋周邊同埋動畫化一樣嘢。咁呢樣嘢就係嚟緊會呢個 IP 會發展嘅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希望朝住動畫化嗰樣嘢去發展係。咁電影嗰邊佢嘅電影嘅發展喺香港。仲有冇其他提問？如果冇嘅話咧，咁可能或者如果怕醜啲嘅同學咧，一陣轉頭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完成咗一個活動，你再去私底下問如兒啦。咁我哋再次俾啲掌聲，多謝如兒今日嚟到中大分享啦，好榮幸。咁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創作啦，亦都了解由小説去到電影中間嘅嗰個過程，咁同埋城寨呢個故事背後嘅情與義啦。可能我哋當時喺電影院睇都覺得哇好好睇，咁今日又了解咗更加多啦。咁亦都感謝大家支持啦！我哋山城書節咧仲會有其他嘅場次啦，譬如係4月13號，我哋亦都請到李歐梵教授嚟到主持。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報名支持參與啦。咁離開之前咧，都想請大家scan 一下個 QR code， 去到提供一啲意見。QR code 應該稍後係咪會定係喺上面？唔喺上面，係咪稍後會？係稍後會有嘅，係啦。咁我哋今日嘅活動就去到呢一度啦，大家記住 scan 完 QR code 再走啦。